來啦，大家好啊！我係操盤教練阿牛啊，歡迎嚟到阿牛講策略。呢一鋪黃金大牛市，我完全冇份，真係心都酸埋。好多交易人成日犯一個毛病，就係成日覺得自己乜都識炒，乜都識賺，成日認為呢個行情我本應該賺到錢。黃金今次升到咁癲，我一蚊都賺唔到，個心真係痛㗎。前一晚黃金大跌，我明明早就覺得佢升到咁癲，應該要大跌㗎啦。點解我個沽空機會都做唔到嘅呢？阿牛打個比喻，如果話一個月前澳洲嘅香蕉俾人炒上天價，3個月升咗150倍，你會唔會覺得，哎呀，澳洲香蕉升成咁，我應該賺到錢㗎？感覺上又好似澳洲嘅香蕉升唔關自己事喎。咁而家黃金暴升又關你咩事啊？係咪？產品唔同，但道理一樣。人係賺唔到自己認知以外嘅錢。你千祈唔好見到個金價升到咁癲，就覺得自己應該可以賺到呢啲錢。大佬啊，唔該你清醒啲啦。呢啲好多時只係你自己嘅幻想嚟㗎。道理操作就係另一個故事嚟㗎。所以講到尾，投資任何產品真係要有一個周長嘅部署。首先你要揾到個趨勢，跟住最緊要忍耐，等到趨勢回調嘅時候買入。之後分段吸納，唔好一次 all in。等到個行情急升，人人瘋狂嘅時候，你就要識得開始減持，鎖定利潤。咁到底黃金牛市升完未？要解答呢個問題，核心唔係黃金升完未，而係你有冇準備積極參與呢一波黃金嘅牛市週期。係嘅話，就要揾出黃金呢一波升浪嘅核心係乜嘢。呢一波黃金牛市核心嘅因素就係全球央行買金同埋去美元化嘅避險預期。最近伊朗問題引起嘅黃金大升大跌，總賬跡象顯示未有改變央行買金嘅核心因素，所以黃金升浪應該未完結。咁任何一次符合你系統嘅深度回調，都係你實踐長期主義佈局嘅機會。呢一次好可能係一個天賜嘅良機，俾你再次佈局黃金。咁點樣買入？阿牛盤房特訓有一個完整嘅交易系統，所有出入都依照系統結構嚟完成。今次黃金嘅買入位將會設定於大圖嘅大位，等到細圖出現反轉位就可以入㗎啦。用細圖止蝕，用大圖食股，超靚盈虧比。但係一定要堅持長期主義，我哋嘅目標唔係捕捉每一次上落，而係要穩穩陣陣賺到一個大週期嘅浪。最唔應該做嘅嘢係賭一個你未佈局嘅大跌。交易係順勢而為，唔好為咗追個芝麻唔見咗個西瓜。記住啦，市場永遠都有機會，但只屬於有準備、有紀律嘅人。唔好再為唔屬於自己嘅錢而心酸啦。想知多啲黃金買入位嘅技術部署，可以揾阿牛傾傾。我哋下次再見。